擊戰喺幾個人物裏邊講緊3個都係一個失敗者。其實呢個失敗你選擇永遠都唔敢去面對你嘅失敗，你人生一樣繼續咁樣行落去。林思齊呢個角色，你行嘅路係有人安排晒俾你。想做什麼都還不知道。其實好幸福，唔需要諗嘅時候，其實就冇乜追求嘅呢個人。林思齊的父親林爸爸呢，經商失敗、酗酒的一個人，很愛賭拳賽。他想讓爸爸看見說，他為什麼要去打拳賽，想做給他爸爸看。我不再是一個像你一樣失敗了你就再也不振作起來，同時也是告訴自己要做一個有勇氣的人。他碰到錦輝哥，他知道前的拳王，希望他能夠成為他的一個教練，然後好好教他打拳。這個思齊這角色，你怎麼看到思齊從不會到會，到堅持那2-3個月的訓練，最後去打一個拳賽，改變了他周遭這些人，他的教練錦輝哥。當我諗家輝嘅時候，同拳擊有關。人生係一個擂台，一日你仲做緊人，仲喺你自己呢個擂台上。我成日都話，我之前啲戲咧係一嚿 dark chocolate 嚟嘅，其實開始想有一啲甜喺度，我想擺喺阿家輝度，點樣去經歷呢一件事。你面對緊你嘅人生，可能行到去呢個年紀嘅時候，其實你覺得你已經唔會再有光輝，因為你再冇能力去攞你嘅光輝。贏又好，輸又好，啲嘢都翻唔到嚟。呢一樣嘢其實俾到家輝開頭嘅感覺，剩餘嘅時間咪咁樣行埋佢咯。但係其實佢心有不甘，但係將呢個人拉翻去個拳館嘅時候，呢間拳館帶俾佢好多以往嘅回憶。我曾經喺呢度成功過，但係今日我要喺度當安老院咁。程輝勝利沖昏咗頭腦。你幫威強打假識去打假拳，坐完監翻出嚟，個世界已經變晒啦，已經唔再輪到你啦，挫敗感好大啦。喺思齊嘅訓練當中，佢好似無形中睇翻佢自己當年曾經都有過呢一種毅力，呢一種魄力。睇到佢有陣時喺拳館技巧上嘅嘢唔識，咁佢都會提點我。呢個人啊，嗰條拳咧，係咪淨係用死命？好似可以藉住阿思齊呢一個人，更正咗一啲自己錯誤，或者係延續自己嘅光輝。咁終於佢就重拾鬥心咧，就去參加呢個 MMA 比賽。